睇房時間，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23平方米左右。酒店房間設計有分2種類型，我呢一間就屬於居家風格，設有小廚房，空間感非常充足。雙人床係普通 size 雙人床，舒適度合格。床頭位置並冇設有充電插位，電視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不設浴缸。整體而言，房間設計非常合理，居家風格嘅設計好適合長住，毫無疑問又係一間俾到我驚喜嘅酒店，非常接近海灘，所以係非常適合情侶入住。